19屆亞洲電影大獎亞洲飛躍演員大獎 Rising Star Award 得主係劉俊謙。多謝咁多位，係啊，因為 Sunny 同 Peter 好熟嘅，咁頭先攞到師大塞咗少少錢俾佢，即係希望佢哋頭先講啲説話好聽啲咁樣啦。Thank you， 一陣俾你哋 ，OK， 咁好多謝，得，一陣俾你，咁好多謝大家今日到場啦，見證住一個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嘅時刻。咁首先好多謝香港亞洲電影大獎俾我呢個嘅肯定。咁好想藉住呢個機會去多謝一直喺我身邊支持我嘅經理人啦 ，Stephanie、Ella、Connie、阿珊，同埋好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爸爸、我媽媽、我妹妹，同埋我太太蔡思韻。因為其實大家可能好多時覺得演員睇落去好風光啦，其實係因為化妝嘅啫。咁私底下嘅我哋呢，其實係好憔悴啦，同埋好軟弱啦，好多自我懷疑啦，包括小弟亦都係無數咁多次，從讀書開始到而家咧，都好懷疑自己係咪一個好嘅演員啦，又或者我要通過表演，我要通過創作去為呢個世界帶嚟啲乜嘢啊？咁特別喺而家呢個時刻，大家都知道唔容易啦。不過我依然相信咧，電影係美麗嘅。自己近排都去電影中心，自己一個睇咗套戲，咁睇完之後呢，哇！嗰個餘韻係非常嘅強，咁都唔介意講埋套戲係咩啦？就係《若問世界誰無雙》，大家有冇睇？一套韓國嘅戲，係啊。咁睇完之後個餘韻好強好強，然後我就覺得電影嘅力量就係咁樣咯，係啊。有陣時唔關票房事嘅。係啊，唔關多唔多人談論事嘅，佢就係好專注用藝術、用美感、用佢嘅投入去講個題材，而令到裏邊受害嘅人可以被看見咯。咁我好相信跟住落嚟，電影依然有呢份力量嘅，縱使佢多或者少。咁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其中一個為電影付出嘅人。多謝大家。